来看有900个护理人员是要求这3班的护病比就要赶紧立法，因是来这期这标准公告超过2档煞要未立法，嘛要求这卫福部台建立有约束力的执行甲处罚的机制。国际护理日特别到路，就把护理人员拜2、1号就街头，伫卫福部头前要求3班护病比就要赶紧入法，袂使搁拖。护理团体强调，护理人力长期拢伫咧高压甲过劳的状况运作，袂使搁甲缓冲期食做延前的理由。那阮家己要好好，阮想要好啊，顾病人。系啊，咱若甲护病比吼，而且合理的程度，甲降低，吼，一方面病人绝对是安全的。我相信这民众绝对甲阮徛做伙。护理团体针对卫福部提出3个疑问：第一是质疑标准广告超过2年，煞要未入法；第二嘛不满预算有够，煞国委头开始讨论；第三是指出目前70外派的病院已经有达到护病比的标准，煞因为20外派的病院设缓冲期。护理团体表示，这是总统的承诺，要求总统就1周年5月20进前完成法制化，嘛要建立有约束力的执行甲处罚机制。制度正落实，一定要3班护病比入法，刻不容缓。我们没有要让政府打折，我们也没有要让政府继续拖延。入这个叫做3班护这个机构设置标准，这若不是医疗法，讲真个卫生福利部，伊就会当搁找大家来开会。甚至伊一个命令就搁甲改去。护理团体嘛讲，若3班护病比敢若写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，卫福部要通用行政命令做变动，嘛烦恼约束力头无够，所以希望列入医疗法，才通提高法律暂处甲强制力，来保障护理人员的权益甲病人的安全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